你不用。乃梦，你一定要挺住。你怎么那么傻呀？你怎么能用这种方式来伤害自己，用这种方式来惩罚我呢？是我害了乃梦蝶，现在躺在里面的人应该是我才对。你胡说什么呀？如果他醒过来看到我们俩在一起，我不想再刺激他，知道吗？你醒了。医生说你没什么大碍，只要休整一段时间。